街灯下，回头望，那些关于街灯下的片段，其实也像一面镜子，照见的不只是往昔的自己，还有我们曾经渴望的温柔、坚持与等待。有人说，这首歌像是写给所有走散的恋人，也像是写给自己的一封未寄出的信。那盏灯，不单单是街角的照明，更是记忆中一束从未熄灭的光，在时光深处静静闪耀，提醒我们曾经拥有过真诚与深情的岁月。人总是在失去之后，才明白某些情感的重量，而音乐便是在那之后替我们说出心声的媒介。在康白创作这首词时，据说正经历一段人生的神经期，名利与掌声已非追求的重心，他更愿意潜入人心深处，检视那些日常里不被察觉却极其真切的情感。他写街灯下，不是为了打动世界，而是为了对话内心，寻找那份被岁月尘封却从未离开的情怀。这首歌的词句之所以动人，是因为它不说教，不浮夸，不刻意雕饰，它只是平静地描摹一个画面，让听的人在画面中找到自己的影子。你会想起曾经一同走过的街道，想起那场大雨中不曾撑伞的身影，想起那次分别后迟迟未能说出口的再见。它像一种仪式，替那些被忽略的告别悄悄画上句点，也像一份记录，将情感安置在音符与词句之间，得以保存。街灯下的音乐编排也极为克制。刘家昌明白，真正深刻的情感从不需要激烈的表现，弦乐如细雨般洒落，目击他在节奏中低声诉说，偶尔几个钢琴音符旁附街角的风铃，响起机智，留白处最能藏情。这种编曲方式让整首歌有如缓缓流动的电影，不断将画面拉近，再次放远，直到最后等出成黑，微于灯火。原唱珍妮的声音低回婉转，却蕴含极大能量。她唱的并不激动，却让人感受到压抑已久的哀愁与温柔。那不是一种舞台上的表演，而是属于生活的呢喃，属于心里最深处不愿碰触却最真实的片段。每一个音阶的转折都像是在提醒你，爱过、痛过、错过，都值得被好好记住。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，但它永远带不走的是一首能够深植人心的歌。一首真正经典的歌曲永远不会只属于创作者，也不会只属于某一段时光，它会像水一样融入人的情感之河，无声却深远地流动下去。街灯下已不再只是那一年录音棚里诞生的一首作品，它早已走入千万人的记忆深处，成为我们共同情感的载体。也正因如此，我们听见这首歌时，仿佛听见自己心里未尽的故事。我们会忽然停下脚步，只为了重温那段熟悉的旋律。我们会望向窗外的街灯，幻想自己正走过当年的那条路，和谁道别，和谁回望。这首歌不再只是音乐，而是一种温柔的召唤，是对过往的轻声呼唤，是对未来的静静祝福。它不是热闹人群中的欢呼，而是深夜里一个人走路时心里突然响起的旋律。那声音不高，但却最清晰；不强，却最有力。它不喧闹，却直指人心。它教人怀念，也教人放下；教人珍惜，也教人原谅。这便是街灯下的深度，也是它历久弥新的原因。而如今，在这样一个资讯爆炸、节奏迅速的时代，像街灯下这样的歌反倒更显得珍贵。它提醒我们，在快乐与成功之外，人还有情感需要被安放，有回忆值得被拾起，有灵魂需要片刻的宁静与沉淀。它让我们明白，安静并不等于冷静，慢也不等于落后。那是一种选择，一种对生活深度的选择，一种对内心真实的回应。如果你问，一首歌能影响什么？那我会说，它也许无法改变世界，但它能改变一个人面对世界的方式。街灯下就是这样的歌，它不声不响，却在某个关键时刻成为你前行时的一盏光。那盏光也许微弱，但它足够温暖你一段路，也足以照亮你心中那条走过很久却始终没能忘记的小巷。因此，每当夜色降临，街灯亮起，或许你不需要太多言语，只要轻轻哼起那熟悉的旋律，你便会明白，那些经历过的情感，那些走过的人，那些错过的风景，从来都不曾离开。